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 M 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人知。伫咧金门有一个女刑事业者叫做邵伟强，控指控讲伊对2002年开始咧，伫咧替中共伫台湾发展组织收买军官，甲因牵去中共来投降。金门地方法院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定罪，一审甲伊判刑15年。 就举着麦克就起来必须的，这位就是邵伟强。伊做记者几多年了，专业做旅游业，敢若是和中共吸收，涉嫌收买咱方的军官，伫台湾发展强谍组织，和检方起诉。金门地院伫审理了，一审判有期徒刑15年，褫夺公权4年，专案也过当上诉。他为大陆发展组织是那个厦门的示范的。 厦门市示范，就从91年到111年查获为止。邵伟强替中共发展组织20年啊，不过2位在职的军官被吸收。法院讲，伊的行为打击国军的士气，严重影响国安，一直到法官审理的时阵才承认缓刑，依照国安法判12年的徒刑，甚至还阁查出伊从事地下汇兑，最近的金额到9000多万，依照银行法判5年的刑期。 合并应该执行有期徒刑15年。迄那向中共倭寇的军官就是这位。日军的前上校向德文涉嫌签投降承诺书，也阁收1个月4万块的内应费。答应讲伫两华发生战争时阵为中共出力。严过伊即个被依照贪污罪论处，高雄地院判刑7年6个月。大概是针对量刑的部分，这个早就提了，都已经在2审审理了吧？高雄地检署以量刑伤低为理由，已经提出上诉。 只是同一件案件，涉案的2个人刑期却是2种刑。记者综合报道。美式大卖场好事多 Costco 冷冻鱼内逼出有这A肝病毒，目前大概有4万多名会员去买到这项产品。高雄市卫生局今日表示讲，系依照违反食安法，加重处罚 Costco750万。 经卫福部食药署指示审酌违规事实所造成的影响规模、严重程度及相关情节，综合评价后，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法第15条暨44条规定，加重裁罚750万元，不合格产品没入销毁。 好事多 Costco 无需提供消费清单，卫生局一开始就先发30班。根据好事多所提供的消费清单，高雄有2400多人买到这个产品。高雄市政府也表示讲，到目前为止呢，这高雄市消费者无新增加验出A肝感染的个案，那卫生局也继续监测。 讲到最近这2天，全台湾天气是热煸煸，伫咧台南的北寮就超过38度。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即台南、高雄、屏东等区起的是柑仔色的灯号，就爱避免伫外口拍拍走，甚至是外口做事。另外，伫北部、中部也有一寡所在出现黄灯，也就是36度以上。另外，讲到这水情的问题呢，气象局也预告讲，这气候趋势有走向性因现象的这个推测，而且这风台较可能离台湾会愈来愈远。无啊，手套、长枪、外套，骑车的人差不多拢会安尼穿。全高雄超过200万台乌多摆，天气真热，袂少人互这日头拍甲是皮肤真疼，天空顶也赶紧到树骹。对，都要找就树荫的地方停。 为着要较凉的，高雄市交通局也伫咧凤山小港站4个公车转运站设置喷水雾设备，平均30分钟伫厝顶喷水雾，停等公车民众讲真正有感觉较凉。会啊，会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哎呀，有喷有差啦。我觉得还是温度还是没有很凉，因为还是很热，可能夏天太热了。 南部天气真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外郡山区也是河谷拢是柑仔色灯号，有可能出现38度的高温，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离西高7六中到台南市北寮连续2天出现38.8度、38.4度的高温。除了热以外，南部也有落雨，新北法区风台雨补强。气象局局长陈明典讲，气候敢若有要滑向性因现象发展的这个情形，未来风台形成的所在，恐惊离台湾更较远咯。 如果是高海温在这日环境现象就比较接近台湾，那声音现象是移过来往东，可能到接近中太平洋的地方发展，那就距离台湾比较远。
气象局长伫面顶讲，全岛用水风台雨只就占1/3，未来若风台离台湾较远，风台大来落雨，无一定会冻做水库救命雨，也是希望黄霜雨的季节，互台湾水库加落一寡雨，才有法度应付各种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投诉讲呢，有一台丰原客运的这个公车，伫咧丰原市区走的时阵，有一寡路段司机是驶真紧，甚至乱骑喇叭。事实上，伫咧顶个月，才有台中的公车互投诉，讲这司机驶时速上100，10分钟内通过20外个公车牌啊，而且这车顶拢是学生。公车伫市区行驶无减速，毋但随便变换车道，阁一直超车，不少驾驶人看到这种情形，真正会惊，嘛烦恼变做路上的无定时炸弹。我刚好跟他并排呢，我发现他的车是往我这边靠，跟我距离大概只剩下1-2公分。越靠近就越危险啦。这个月初3早起8点，有民众开车经过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甲中山路口的时阵，看到这台丰原客运900路公车。好亲像不同驾驶，甲这个画面铺上网，客运业者是讲，为行车记录器来看，驾驶无超速，毋过无按照规定减速，嘛无重大违规，毋过驾驶习惯确实无好。感觉他那个也没有说重大的违规，或者是说像我们讲的说蛇行啊，或者是怎么样，看起来也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驾驶习惯了，要稍微做一个修正，对。不过台中市公车一直出错，3月份有公车透早伫大理区停伫路边扰民，顶个月2日也有一台中路客运，时速100外，10分钟内通过20外个停靠站。车顶阁载满学生囡仔，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会对公车业者加强要求。会后续会纳入公车的评鉴的成绩，当成绩不佳，将会影响后续客运业者的补接款的额度。台中市交通局是讲，除了对公车的违规行为，照警方轻重罚1000至5000块，嘛要纳入公车评鉴，阁要求业者都要落实驾驶员的教育训练，通确保公车的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家人学校的营养午餐，最近是出问题，讲这胖内面有糖、鸡肉过期，甚至是卡马豆的标示无正确等等。家人市政府对良兴菜市场记点，而且该罚1000块违约金，要求改善。不过市政府也坦白讲，现有的记点处罚机制，这罚的金额上过低，业者根本袂惊。胖的中央有青色的糖，也个会咬，看到强要吐。学生囡仔食几喙才发现有各样。家人一间高中进前传出营养午餐的点心，胖内底有糖，随通报负责中央餐厨的国小，学校初5针对供应商良兴蔬果行记点，各罚1000块的违约金，要求改善。家人市政府是启动实案机制，点名良兴蔬果行最近已经发生3件争议事件。在4月25号，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学校的营养午餐在进行食材验收的时候，又再度的发现了鸡肉过期的严重事件。在学校里面有发生任何的状况，我们都会详实的记录在午餐的记录上面。然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会把这些相关的资讯提供给我们的委员，他们来做尔后他做一个评选的时候的一个参考资料。良兴蔬果行是一寡家人学校合作真侪年的供应商，煞突出3届，包括头马豆飘头无实在，也甲伫学校营养师验收实在，掠到鸡肉过期，学校第一时间要求退回处理，嘛通报市政府相关单位对查8品来源确认过期肉无进入学校。不过家人市政府坦白讲，即卖记点处罚机制，罚金上少，无人会惊，解除客用嘛有困难。解约要看当时学校端跟那个厂商所定的一个条款。那目前的话，以物质的部分，原来在合约里面的话，只有是它可能是造假，这个才会有记点。我们会去检讨我们在112年的部分的合约的定的条款。鸡肉的这个过期的部分，我们会依食安法第15条，那我们会裁处这个合约供应商6万块以上的罚款。嘉南市政府这个良兴蔬果行较早资本额敢若25万，是安怎会当标到将市政府时期业外的营养午餐标案？为了守护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的食安，嘛要定出自治条例，阻止有问题厂商进入校园。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2021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选赢，迄当时呢，Trump 的支持者就冲入去国会，混乱当中造成5个人死亡。也那这个案件已经审理审判了，其中一个右派团体领袖含3个成员，伫测试互陪审团判决，判因阴谋叛乱罪、妨碍执法，也个阻碍国会认证大选结果的一挂罪名。2020美国大选了。基友的组织骄傲查甫囡仔，几路遍伫咧华盛顿地区游行，抗议选举的结果。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内面，更加有100多位成员参加，随后几路人被逮捕。经过4个月审判，骄傲查甫囡仔的前首领一个3位成员，拢被判几多项重罪，包括强谋加煽动叛乱，做了正常停事，未无做了例行公职，破坏国会大楼的墙位等罪名。相关可能面临20年的监禁。The evidence presented at trial detailed the extent of the violence at the Capitol on January 6th and the central role these defendants played in setting into motion the unlawful events of that day. Today's verdict makes clear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ill do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to defe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经过法府陪审团要加4个月审理。听出几60位证人的证词了定罪，对司法部来讲是正重要里程碑。司法部即马已经对涉案的2大极右派团体——骄傲查某囡仔加受害者的首领，分别做出阴谋叛乱定罪。The conviction itself is incredibly significant because this is a very rarely used charge. It comes back to the Civil War, and it's only been tr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a few times. But what prosecutors have shown is in connection with January 6 cases, they've been able to secure convictions of some of the leaders of top extremist groups who they say plotted to try to obstruct the official proceeding of Congress or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虽然辩护律师讲，因将来无计划伫迄天要冲入去国会大楼阻止选举投票，而且成员所发布的信息甲影片，只不过是含办粗俗的言论，根本毋是针对美国政府的煽动性阴谋。嫌过受害者有2位首领，伫去年底已经被定罪，伫这个月司法部也会宣布具体要求的刑期。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来看非洲的苏丹，因内面的有2大军事派系为权为势，引起内战，到今已经是第21天了。初步估计有500多人死亡，要到5000人受伤，也有45万人有路无处。不过，伫咱地生活当中的食品、化妆品原料之一的阿拉伯加，全世界有7成拢是对苏丹来的，这战火连带影响到原料供应长期危机。苏丹总司令博罕所领导的政府军，甲伊的副手达加洛带领的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为着争夺权力所爆发的战争，21天内保守估计造成550人死亡，4926人受伤，45万人流离失所，15000人走往邻国。北方城市瓦德阿哈巴星伫当地军事将领的严密戒备之下，虽然无遭到战火影响，不过现金加燃油欠缺，通货膨胀真严重。الحمد لله ما عندنا عوجة كله نحمد الله ده مبسوطين بس الشديد الافران شغاله زحمه في عيش ما عندنا 这场军事冲突也让国际消费产品制造商小钱来增加阿拉伯加的库存。这种产自阿拉伯加树的树芽是碳酸饮料、糖啊，也有化妆品的主要原材料。而全球7成阿拉伯加拢来自苏丹的萨赫尔地区。 بقت في أسواق في شرق آسيا عندنا اليابان عندنا دول الخليج عندنا الصين كل الناس بتستورد صمغ وبالإضافة لأمريكا وأوروبا يعني فعشان كده الأسعار في الفترة الأخيرة 3 سنة زادت بقى في حافز للمنتج إنه هو ينتج أكثر كمية. 这阵伫战事影响的阿拉伯加出口出现危机，以可口可乐甲必胜客这2大饮料公司为例，库存量只用得当5个月到6个月。 因为阿拉伯加伫消费性产品市场的重要性，对1990年代开始，这项原材料一直拢互美国排除伫对苏丹制裁名单外。一来是看在伊关键的商品的地位，佮再来是烦恼讲会形成武器。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主计总处发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35%，已经是连续21个月超过2%的通货膨胀经界线。其中有17项民生物资起的趴数是起超过7%，是这14年来上界悬的。主计总处认为，讲这欠两个问题解决啊，也若这清明过后，猪肉继续有稳定，认为国内物价压力会渐渐减轻。蔬果茶正限时，搁配一杯冰凉饮料，这种的组合一直是民众真介意的。不过，即马民众发现，摩斯汉堡本来大包正限时价小是45，即马变65，一份起20块，细份的嘛贵8块。涨幅太多了，如果涨个5到10块钱还可以接受。我就尽量少消费吧，薪水没有提高的话，这样相对性的真的也是有点恐怖啦。主计总处公布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35%，已经连续21个月超过2%通膨经界线。17项重要民生物资的 CPI 年增率冲破7%，起到7.35%，创下2009年1月以来新高。今年1月至4月平均比去年同期起2.54%，民众对物价起价幅度感受真深。猪肉这个月上涨12.51%，它是104年3月以来，也就是98个月以来最高。鸡肉它这个月上涨7.94%，它是103年8月以来，也就是105个月以来的最高。那外食费也是持续在反映成本的上扬。央行公布3月份相关利息半码，理由是烦恼电价起价、通膨压力又搁起来，学者嘛认为物价压力也是真大。这成本面的原因虽然逐渐在消失了，但是这民间对通膨的预期其实还是一直存在。哈，对我们国家整个货币超发的情况，还是相对其他国家来讲还是算严重的哈，所以这个物价可能在短期之内要整个稳定下来，大概就不太容易。主计总处预估欠两问题会解决，也加清明节过了后，猪肉价上回稳，国加去年高基期的因素，5月 CPI 起价幅度会比4月份较细，差不多2%左右，而且以新台票计算进口物价指数已经连续2个月较落，所以国内物价压力会当慢慢减轻。记者综合报道。政府为着要解决这少年人薪水伤低问题，希望在3年内要协助80万名少年人就业。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拄出业的学生，毕业了后1年的薪水会当来到4万2。不过有学者认为讲，政府就要协助非重点产业，甲因的薪水救护权，而且也要解决劳权基础证据等等，这薪水低问题才会当解决。毕业季到啊，真侪学生拢开始找头路。劳动部是启动第2期的投资青年就业专案，结合11个部会投入160亿，要伫112到115年的期间，帮助80万的少年人找到头路。这方案的绩效指标除了降低少年人的失业率，嘛希望115年毕业生毕业1年了后，裸体提入的工资会当到4万2。整个产业发展越来越局限在某些特定的产业，六大核心产业啦，或者5+2产业，是未来可能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的重点。薪资是相对来讲是可能比较高，末端的消费的这个内需消费的行业的话，薪资就难拉高。学者认为讲会当带少年人是走向高薪水的行业，但是目前数据是甲专科、学士、含硕士、博士的薪水拢放做伙平均来算，这无够公平嘛，伤简化。对资料当看出，15岁到29岁的少年人失业率是8.38%，是金融起90以来上低，但嘛是比整体的失业率悬真济。目前欠工上济是制造业，但是少年人是较爱做服务业、批发、零售、短续、餐饮，确实和资通讯这科技产业比起来，薪水是拢较低。高薪的产业，主要它其实聚集在，譬如说科技业啊，或者是资通讯的产业，还有加班的状况，那或者是它的随时下班之后还是要 on call。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在普遍高薪的产业其实都还蛮常见的。背后评估之下，他可能还是会选择是跟生活比较有关，或者是他自己有兴趣的。青年团体指出讲，重点产业的薪水是真好，但是可能要忍受工时真长、伤过疲劳这个部分，而且资通讯的领域是有专业性，不是大家人都会当做。政府应该伫引导少年人的时阵，嘛帮助非重点产业的薪水会当提升，而且要解决劳工权益和大家正义这个议题，安尼才会当互政策更较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积极争取国民党提名的郭台铭，伊提出核四厂含一个县市一间核电厂的想法。这新北市长侯友宜伫咧议会总结顺的时阵，胡立营要求讲着爱表态。不过侯友宜强调无核安就无核电。那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以个人的 YouTube 开始运作甲要拼无共族群的选票。另外，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按算伫初八要登记党内的总统初选。 新北市议会炮声隆隆叫，民进党团针对两岸治安、能源议题轮番质询，是不是认同妨碍创办人郭台铭的集权区一副电厂？核电厂在新北市，你可以完全不用管核废料的问题，全部推给中央。我不是推给中央，目前就是中央是掌握能源政策的主管机关嘛。中央在早期是不是讲了一个2025吗？会核家园吗？那为什么会常常大停电？ 就是你能源的配比做得不好嘛。郭台铭积极争取出线，持续请益之路。初五伫面册公开含政立委颜清标的相片，强调伊会争做上强的候选人。嘛宣布5月初1开始举办北中南4场大型造势活动，拼声势。最近积极拍空战的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个人 YouTube 开市，头一次囡仔时出未台，分享成长经验。小木板大概这么大这样。 它刚好就是一个铁钉，就是朝上，我就要踩下去。那后来呢，也就是铁骨义务啦，嘛无去看医生呢，嘛无去打破伤风。赖清德除了当日讲解的信赖台湾自由会，嘛成立专业团体后援会，选前到达100天，党公职组织出动，配合立委做事，全面催票。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初5到台南落井，关心高农欠工欠水问题。 民调已经超车郭台铭了。啊，有我讲吼，民调是安尼看就好，迄个比股票较袂稳的。郭文哲讲，政治复兴是执行力，承诺会甲高农斗想办法，嘛含帮中业座谈。预计5月初8正式登记党内总统初选。记者综合报道。 这条新闻特别爱注意哦，因为我身躯边的朋友真侪人收到这款诈骗的简讯。最近有一种就是讲，这交通单位讲你有罚单过期无纳，啊，你去点入去用这信用卡来纳钱。交通局和警方拢强调讲，所有的交通罚单或者是这个过期的罚单，拢是用纸本寄配方式互你，若准收到简讯，一定是诈骗。 手机背到一半，煞收到交通罚款过期无纳的短信，烦恼罚款加重，也是有其他的灾罚。部分民众可能会开始紧张，但高雄市交通局特别澄清，不管是交通罚单，还是罚单过期提醒，拢是寄纸本公文，只要是收到过期短信，拢是诈骗。你想要确认的话，那有2种方式哈。第一个呢，就是上我们的交通部公路总局他们监理网哈。那监理网哈要注意，我们的所有政府的网站哈，最后都是.gov.tw。 好，那你上这样的网站可以去做一个查询。交通局甲警方提醒，这寡过期通知的诈骗短信，内容会有一个看起来亲像政府机关的网址，点入了会出现线上纳钱的画面，只要填入信用卡卡号纳钱，信用卡就会互倒入。目前全台受害者已经有50几个，其中高雄有7个人受害。目前高雄市警方统计受理总计7件，那财损金额 为新台币16.835万元。交通部、数位部跟警方就已经第一时间先把那个假的网址先已经停止解析，所以已经连接不上。科技执法愈来愈侪了，民众不一定会使随知影家己防开单，都可能受到短信诈骗。数位部表示，虽然诈骗网址顶管有 gov.tw， 但当有网址第一段就是串线头前用 gov.tw 结束，才是政府的网站。提醒民众收到不明短信唔通传出去，以免亲友误解受害。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保二总队抓到一个犯罪集团，因是开发一种 Android 系统会当用的 App， 会当来抓这非法电视阿嬷直播信号，结果转予消费者，未计销只有电视阿嬷1/5尔。目前国内外已经有20间的这电视台受因的侵害。 警方破门入去犯罪集团的机房，当场查到伺服器主机、非法机上阿嬷，全部拢是盗版影音犯罪证物。对 ，UPS 主机那是。保二总队伫咧台中宜兰等地查到4个人的犯罪集团，因涉嫌破解市面上卖非法机上阿嬷直播信号，搁再家己开发一款性爱电视的 App。
提供民众立钱下载。这款非法的 App 介绍无到机上阿爸的5%，也可会使安装伫咧任何 Android 系统的手机甲电视，甚至也可提供高解析度盗版电影，侵权高达18亿。范险设计开发后于网络贩售，价格不到机上盒的1/5，且能轻易安装于任何安卓系统，侵权市值达新台币18亿元。警方表示，受到侵害包括国内15间电视公司，也有日本 TBS 等5间电视台的智慧财产权。日方已经委任中华民国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商业同业公会，也有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進機構提告。インターネットが普及しまして、デジタル化も進展しています。そういった中、台湾 IPR 警察におきましてですね、迅速な捜査によりまして、コンテンツの保護ということに尽力をいただきまして、深く感謝申し上げます。警方表示，盗版影音技术不断更换新，这个是头一届查到个人自制非法 OTT App， 记录称作是盗版中的盗版，目前推估有1200多人来买，专案以违反著作权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台中报道。热天要到啊，这肠仔病毒搁再压起来。今年到今已经有3件肠仔病毒重症的病例，有学校也因为这囡仔小话当咧停课。根据统计，感染到肠仔病毒的人是愈来愈多，超过这6年来同时间的平均数量。要提醒大人囡仔，就要接洗手，对外口等到厝里，就要先把衫裤换起来。囡仔用跳舞的方式提醒大家都要过来洗手。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缓和，不过肠仔病毒所开始的流行。花莲县已经有3间幼稚园、1间国小因为肠仔病毒群聚停课。另外，在台东嘛有一伙10部囡仔染到肠仔病毒重症。酒精消毒会比较没有用，要用漂白水啊，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它其实它的2个传染途径主要还是在接触传染跟飞沫传染，尤其是接触传染。过去这3个礼拜以来，我们的肠病毒每个礼拜是以25%以上在成长，过去这3个礼拜累积增加了138%。疾管署统计资料显示，今年至少有3例的肠仔病毒重症，还有8例的轻症。以4月16至22这礼拜来看，国内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的有7000多人，顶礼拜是5000多人，算起来是加4成多。治病的个案嘛比最近6年同期较侪。疾管署高屏区管制中心嘛发现肠仔病毒除了伫咧咱国内，另外中国东北亚也有东南亚嘛都咧传烧。疫情之后，蛮多小朋友的，不管是肠病毒啊，或是一些小朋友的肠胃炎，都蛮严重的。对，所以就是这一块，就是只能不断的叮咛小孩做这件事情，这样。酒精对肠仔病毒的压制效果有限，高雄市府提醒家长会当甲漂白水透薄去消毒环境，也要定定清洗囡仔的佚佗物。全高雄市有6间肠仔病毒重症的急救责任病院，5岁以下囡仔若是痰眠、意识无清楚，还是一直咧吐，拢要随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这老厝体验的文化旅游当兴，有民众开始去买人的旧厝，或者改转做民宿，或者是餐厅。这互台南的老厝介绍开始抢权，特别是观光地区，这厝愈老愈旧，愈有特色，介绍就愈悬。今日要参观正东古早味的旧厝内底，唔但干那台湾早期的用品，甚至连厝本身都已经有140年啊！伫这个地点，服务者要来做餐厅使用，亲像买这种旧厝来做民宿，也是做餐厅民众嘛，愈来愈多。这个物件，咱把这个观光文化的氛围做出来了后，确实嘛是真侪外地人，也是讲原底伊是台南北漂外移去伫北县市的人，伊知影讲，其实伫咱这个城市会当用什么款方式来生活。台南市政府积极推送府城历史街区规划保存旧厝，争取中央民俗法规放零，互一寡旧厝会当合法改建成会当大的空间，纳入民俗管理范围。近5年民宿增设的一个数量，以平均每年79家的速度成长。截至目前为止，台南市民宿家数是548家，数量是6都第一。现在呢，会以台南市海岸路附近作为一个放射状的一个老房子，最于让观光客喜欢，所以呢，业者也会是在以海岸路附近周遭作为一个民宿的首选。
房东是讲，较早买厝爱看厝几年啊，厝的状况、地点、车价，也有路段，这拢是民众要买厝的重点。不过，即马投资民众变济，建的重点变做比较较无注意物件的状况，也甲唔管是毋是伫巷仔内，只要愈挖近观光热区的旧厝，需求就愈悬，嘛带动旧厝的厝价，也有土地价销一直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县的五倍厝济生病院是1928年起的，2014年该登录做历史建筑。不过16年的时阵，当着这苏地勒风台造成真严重的损害。经过相关单位修复，5月测试对外开放，未来也要加做社区的文化馆。去到济生病院的药馆啊，佮有较早病院医生看诊的物件。嘉义县埔子牛头湾的五倍厝济生病院，经过修复测试正式启用。加好附近的商门佮小管理，即马才当咧展览医疗文物佮老相片。文化的工课就是免啊，较早按这吴医师伊做这个医师的这个文化，带咱的囡仔熟悉，互咱的囡仔有一个梦想，会当将以前的这个文化会当继承落来吼，啊，并且会当吼，咱的故乡社区来活用吼。真好啦！伫1928年起的五倍厝济生病院，因为风台的关系，互原本的建筑海家村三倒壁，负责修理的设计团队利用新旧工具的方式，互这个所在未来会当互社区甲学校来使用。因为它的条件跟一般的历史建筑不一样，它只剩下这个3片主要的墙跟一些木结构，所以正立面已经变成碎片，把这一些碎片，也就是所谓的残块呢，把它收集起来，那么做成一个平面，把它整合到整个建筑物的空间里面。学校跟社区有签约，就是委托学校管理，然后使用就是社区的民众也可以来使用，所以未来阮有头班有的可能会来遮活动。社区表示，当初拍拼来保留济生病院，除了感谢五倍厝医生对地方的付出，嘛希望会当把这个历史传承给后一代。经过大家的努力，总算让这间要100年的历史建筑有新的生命、新的活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的文化真趣味，无论是喜事或者是丧的，拢会请人来遮闹热一个。一个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节目，特别带大家来看伫中部地区真流行的女子西角队。流行的奔走角配对型变化，女子西角队当拍拼地表演，看到真闹热的场合，其实这是丧礼的现场。伫中南部是真肃常，厝内闹聚会是大人过身。这对这个家属来讲，算是办甲真请赢。因为阮阿伯吼，生前呢足爱闹热的，今阮这子孙感觉请这来，互伊感觉伊会较欢喜。这元1934年，西角队团购输入来台湾，然后伫民间愈来愈时行，闹热的路线，车做各队送别往生者音乐风格。在时代演变之下，即卖女子西角队正做市场的主流。我拢是做一寡较流行歌。阮头先要用的时候，我嘛是会烦恼啊，假使唔知会接受啊袂，先一条一条慢慢啊来安尼，结果用落的时阵，家属反应阁袂歹呢。若拄着大日，乐队就爱赶场演出，把握每一个趁钱的机会。伫工作机会无济庄卡所在，乐队工课有通领现金，会当互因照顾一家大大细细。赶场的时间哦，分分钟拢是咧收钱呢。迄啦，去到市场落去就是爱讲啊，迄要哪有可能有时间落去换衫？一定是爱你要去赶场的时阵，你就紧来穿穿的啊。毋若是伫个别场表演，伫庙会西景的顶头内底，嘛会当看到女主角队整齐阁专业，而且伊嘛无限制演出的形式，因对家己也有阁较大的愿望。我嘛足希望讲吼，若有机会的话吼，我会当真正带这妹妹因安尼出国外表演，你知？因为这对阮是一个肯定，嘛是我的骄傲。要安怎互传统找到出路，增加少年人的认同？相关女主角队当伫拍拼实践这个理念。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是多元族群的国家，除了台语、客语，也有新住民第二代。中央广播电台参独立媒体少年报道者合作，对4月开始咧，由少年报道者提供适合青少年的新闻报道，用讲也用台语、客语、日语、英语、东南亚等10种语言来讲新闻。无数林餐厅是需要经过特殊的清真认证。处理肉品的人，这个过程要非常严格规范。用台语念出专访在台木斯林餐厅的专题报道，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参独立媒体少年报道者合作推出的多语言读新闻节目，由少年报道者提供专题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录音，各种10种语言通收听。咱台湾囡仔真有需要母语，为东南亚来的迄个新住民，因的第二代吼，因即马要开始因的母语，搁要融入咱台湾的社会。英语和日语吼，足侪人拢爱听。就要我趴在桌子上。kembung sehingga tidak ada nafsu makan. Jadi saya tidak makan. Hello， 你好，你现在听到的是少年报道者的读报新闻。少年报道者自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发生了后，望囡仔也有接受专题新闻的管道，就开始推出华语读新闻的计划。今年4月开始正式参中央广播电台合作，增加台语、客语一寡母语，还有日语、英语、东南亚语言，通予各族群的青少年选择。可能很多讯息都比较片段化，其实你要培养好的公民的素养跟对于公民议题的讨论的品质啊，其实从小让他们培养有脉络性的阅读。对囡仔来做报道吼，这是全世界的趋势啦。因要看新闻拢真济，但是这内面有真济是假讯息，正确的讯息吼，因是真重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少年报道者加中央广播电台每个月至少会选择2篇适合亲子共同收听的专题报道，伫双边的网站甲 Podcast 平台播送，并透过各族群熟悉的语言，强化儿少的媒体视图能力甲人文素养。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英国伫礼拜六要举行查尔斯3世国王的加冕典礼，到时阵呢，现场有203个国家政要，其中100位是国家元首，也有上百万个民众要来参与。不过，反对方式团体也伫迄天会上街头抗议，上届无用的就是警方咯，这2边加起来就爱出动要到3万名警察来维持政人安全。有人头壳顶皇冠，有人搬出国王人形的彩排，有人摕到红色标志物件，这的超级支持者伫典礼4天前就来排队咯。It'll make everybody happy after years of COVID and financial crises. It's lovely to have something to celebrate. Obviously. 这对南部汉普郡来，英国女士家己炸困地啊，甲简单的私人用品，家己度过暗时无到10度的低温。里面大多也出现扮演哈利甲梅根的行动剧，这种反应多数英国民众对着红色家庭来到反感，而小心来处理社会观感，也正是红色关键的要务。这场伫伊丽莎白女王1953年加冕了后，上大一场国家庆典，拢伫真全力来节制。甲70年前比较，加冕的规模伫8000人降到2200人，游行也缩短。也毋过，一般估计也是用民众38亿台票税金，主要是用伫维安的作业顶面。像大家真关心注意的国王的游行就2公里，国王甲王后会坐马车，伫皇家骑兵护卫队甲7000名英国皇军陪同下，经过人民大道、海军搬移门、特拉法加广场，沿着白厅，经过议会广场，最后来到一个西敏寺大教堂。另外，2点钟的加冕大典，会有203个国家的政要来参加，其中包含100位的国家元首。另外，估计会有上百万民众到场来观礼。警方前后总共动员29000名警力来维安。游行路线四周围已经4个拢set看到部署的警力。英国伫展现传统价值的同时，多元甲自由的价值也伫场外来活动甲刺激。亲像共和派团体车六夜集合伫特拉法加广场，呼吁废除红色。而这个声音伫高通会批定的时代也愈来愈大声咯。公司国际记者洪亚峰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4度到32度，
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